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文哥。今日呢，我来头大家介绍亚述国的很多客家姑娘，客家姑娘啊。这首歌是号称在 YT 上面是客家神曲，那我们就来听看看，然后来学习一下它歌词，到底神曲是长得怎么样呢 ？OK， 开始喽。来，客家姑娘群腔贤良，客家姑娘群腔勤俭贤良。哎呀，这个是称赞我们客家人的女性勤俭又贤良。好，来，忙有天，为什么她为什么贤良呢？她叫忙有天光，忙就还没忙有啊，还没有天亮。天光，忙有天光，就荒场。哎呀，我们的客家人的女性的传统美德就是这样，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起来做家事了。忙有天光就荒场。哎，来哟，做头挖米啊，做头就是煮。我们现在都是那种瓦斯炉啦。早期有农业时代的时候，我们的乡下家里面的那个灶大灶灶头瓮米其实就是煮完饭之后啦，煮菜的时候跟煮完饭之后都要收拾啊。灶头瓮米啊，然后再耕田整鲜耕田又要煮饭，又要耕田，又要针线，又要缝补衣服，又要做手工活那个女工这样子是又要外又要内啊，实在是太那个厉害了就厉害然后他叫周头挖米耕田种地，耕田整鲜，归日忙整天在忙啊。农忙时节，农忙的时候，割稻子，落秧就是种稻子，插秧了唔惊日头晒背囊就是不怕太阳晒到背后，就也不怕风吹雨打日晒的意思了。唔惊日头晒背囊。太上冲过，摇来摇去满山苍。太上冲过，大声的唱歌，唱山歌。摇来摇去，唱过去，唱过来，满山都在唱满山冲。苏的风霜，能够忍受风霜，苏的忍受风霜，敌的能够抵御外面的风霜，又可以忍耐就是又知道要忍耐，敌的知道忍让要忍让忍让什么？忍让婆婆对我的不好，忍让小姑对我的不礼貌，得是这样子了忍让后上后榜样就是后面年轻人的好榜样来咸咸球球迄嘛该就是咸球，就是收拾，细细彤彤，就是你煮完饭之后家里要厨房要洗碗筷，然后要洗衣服细细彤彤洗烫，细细彤是这个意思本人后音香就是这就给人家很好的印象客家姑娘就是会做这些东西，真是让人非常好的印象。上头姑娘走遍天下，地球最理想。上头姑娘，你想要娶老婆的话，姑娘娶老婆走遍天就是你走遍天下不用找了啦。我们客家的妹妹
是最理想的啊，记住最理想啊，亲理想，懂理想啊。哎呀，全天下的男人们听到了没有？你只要娶到了客家的姑娘回去当老婆，你就会幸福家庭久久长，你会幸福家庭久久长。为什么？种田有人帮你种，家里有人帮你洗洗烫烫啊，洗洗烫烫，洗洗烫烫，家里也有人帮你收拾做家事啊，针线活有人做啊，小孩子有帮你生啊，你就是老大爷了啊！有点超过了哈。也就是说，其实就是称赞客家人跟姑娘真的是太棒了，又主外又主内的很强啊。那后面呢，就是重复的副歌会重唱一遍，然后再伴手，就是 AAB 的形式哈。那我待会我就直接附送。那最后呢，阿文哥也会用 PPT 的歌词版来跟大家逐字的比较难的字来做汉字的解释。客家姑娘拳强贤良，梦游天光酒香长。早头木米耕田争先归日忙。早头木米耕田争先归日忙啊，整天忙。农忙时节割禾落阳，唔驚日頭曬背。農忙時節割禾落陽，唔驚日頭曬背囊。太上蒼歌搖來搖去萬山蒼。太上蒼歌搖來搖去萬山蒼。蘇得風霜地得鴛鴦後生好幫。蘇得風霜地得鴛鴦後生好幫樣。鹹鹹秋秋細細湯湯本人好印象。鹹鹹秋秋細細湯湯本人好印象。上土不娘走遍天下，地球最理想。上土不娘走遍天下，地球最理想。幸福家庭久久長。幸福家庭久久長。那希望大家在我们这个客家神曲，学会之后呢，可以播出来，大家一起来唱。客家姑娘很好听，很好唱。蘇得風霜地得鴛鴦後生好幫樣。香香秋秋細細湯湯本人好印象。上土不娘走遍天下，地球最理想。幸福家庭久久長。Hello， 大家都做哪了？来，我们来看一下 PPT 哈，来歌词的细部的解释哈。耶稣講嘅呢，很多客家姑娘，做詞嘅人係吳傳林嚇，做曲嘅人係乜人呢？涂敏憲嚇，那演唱嘅人係咩腔係吳傳林嚇，就是作詞跟演唱是吳傳林，那作曲的人是涂敏恒。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歌詞，下一頁。好，第一句哈。客家姑娘，这个蛮简单的。客家姑娘，客家姑娘，这个拳强勤俭，贤良，梦游还没有啊，梦游天亮，秋烘床啊，这个字是烘啊，客家话讲起床叫烘床，哦，站起来叫烘起了，来。下一句，灶头哈，大家应该都会知道了，灶头哈。瓮米这个瓮就是华语的锅子的啊，瓮米啊，耕田
针线，针线，好来，鬼入梦，鬼入梦。好，这个鬼入梦呢，我们有听到有人翻唱的时候，他会唱成梅入梦啊，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他是说整天都在忙，不是每天忙啊。然后它原意是这个意思哈。那再来，农忙时节，时节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农忙的时候啊。割禾，割稻子禾，这个禾就是稻子啊。割禾，落秧，落就是种下去哈，种就是那个下秧了哈。再来，惊不怕，惊。日头就是太阳，好，太阳。晒背囊啊，晒我们的背后的意思就是不怕日头晒的意思哈。再来下一页，再来太上唱歌，游来游去，游来游去，就是唱过来唱过去，唱三个都是这样子嘛。哥哥啊，阿哥，有阿嬷，有唱过来唱过去，好来。满山苍啊，满山苍，舒的风霜，就能够忍受风霜。敌的啊，知道哈，敌的允娘啊，这两个字比较难发音呢。允 ng 的哈，允娘也是 ng 开头的娘啊，允娘。后生就是年轻人后辈的意思，后生好。这个闽南话还有后生，后生就不讲哦。闽南话后生就是儿子啊，跟我们客家人不一样。客家人后生就是后面接过来的年轻人的意思啊。后棒央，棒央来，这下一句呢就是比较特别的字，大家要稍微留意的是。在歌词的因为他歌词在十几年前这首歌十几年前就创作出来了。那时候的歌词呢，稍微没有用到现在教育部颁定的正确的字啊。减减球球，那这个其实就是中间这个减球去膨胀出来的。减减球球啊，这个就是收拾的意思啊。减球，洗洗汤汤啊，洗洗汤汤。那以前他会用汤。但是比如说我们那个漱口，我们讲桶栽，就是用这个桶啊桶啊，洗或者是洗涤东西叫洗桶哈。来，本人好音箱啊，本人好音箱，还一样。上套想要娶老婆，上套讨老婆，上套。捕鸟就是老婆。照片就跑遍了，舔他啊，照片舔他。记住啊，记就是他，好，他就怎样追理想啊，最理想啊。幸福家庭唱，赞！我们这样第一段朗读完了哈，然后就看要不要直接来朗读之后了。来，客家姑娘群腔贤良，梦游天光秋芳草，早头木米耕田争先归日忙，农忙时节割禾落秧，唔惊日头晒背囊。太上唱歌，游来游去满山苍，树得风霜，地得鸳鸯，后生好榜样，强强秋秋，细细汤汤，本人好印象。上头不娘照片天下，祈求最理想，幸福家庭唱。要不要含油哦？来，树得风霜，地得鸳鸯，后生好榜样，剑剑秋秋，细细汤汤，本人好印象。上头不娘照片天下，祈求最理想，幸福家庭唱。OK，也就是今晡日
阿文哥同大家介绍的客家姑娘，希望大家要喜欢。喜欢阿文哥解释客家歌的朋友们，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的频道。我们的频道是讲客按神七，讲客按神七。陆陆续续呢，阿文哥呢会放上一些比如说歌曲啦，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字词啊，或者是什么团练呀，这些或者是客家的故事、童谣之类的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来观赏我们的节目。OK， 拜拜，陈梦一按，子 say 再见。